OK， 好，黃生，好多謝你接受今次有關呢個1980年代至今呢個移台港人嘅身份認同呢個訪問啊。咁我自我介紹下先，我係呢個國立成功大學歷史所嘅研究生，我叫阿 Sam， 你可以林曉俊都可以叫阿 Sam 啦。咁我依家呢個題目就係講到話係啦，1980年代至今嘅呢個移台港人嘅身份認同啦。講喺訪問開始之前呢，我要再次講翻啦。咁今次呢個訪問咧係會錄音同埋記落嚟做呢個研究用途嘅。但係請放心啊，依次嘅訪問內容僅係供呢個研究人員即係我啦，同埋評閱最終論文成品嘅教授佢哋去接觸嘅，所以係會喺呢個論文發表結果之後去銷毀啦。咁你嘅個人資料係會嚴格保密嘅，請放心。咁喺呢個研究結果公佈嘅時候咧，參與者嘅身份都係被保密。咁請問你係咪清楚呢一點並且願意接受呢個訪問呢？可以，冇問題。OK， 好，咁我哋嘅訪問開始啦。咁可能有請黃先生，你可能簡短地介紹下自己背景，好似依家係咩職業啦，移民到去咩縣市，同埋嚟咗台灣大概幾多年咁樣？我哋2015年過嚟嘅，係2015年。今年9月就啱啱滿10年啦。係。咁啊，一家4口，我帶住2個女。係咁啊，移民過嚟係以投資移民嘅方式。喺呢度開公司做服裝生意，而家依舊都係咁樣生存緊。係。咁啊，係啦，咁啊，最高雄啦，咁大致上係咁樣咯。OK。咁你哋係出於一個咩動機令你係啦拖家帶口去移民嚟台灣咧？2015年之前咧所發生過嘅政治嘅事就係雨傘活動。係咁啊！香港政府就第一次用催淚彈啊，咁應該係咁嘅啫。雨傘運動嘅開始同埋結束啊，即係佔領中環嘅時候。咁第二件事咧，就係我2個小朋友出咗世之後，香港個環境就好明顯改變。咁我大女咧就2007年出世嘅。咁中間我哋面對過嘅事咧，就係搶奶粉啦，即係啲大陸人嚟到香港嘅時候，運晒啲奶粉上去賣啦嚇，3聚氰胺嘅事件啦。咁啊，作為一個香港人，連同個女買奶粉都極度困難啦嚇。喺生活上邊種種啦，亦都包括到小朋友要準備入學啦。咁由於當時咧，我哋住喺北區啊，跟住搬咗去元朗咁樣嚇。咁喺新界嗰邊咧，基本上就俾一啲新香港人嗰啲，當時又有件事件就係嗰啲叫做雙非兒童。帶住個肚過嚟，夾硬生咗之後就做咗香港人，攞身份證，享受香港嘅免費教育等等嚇。咁啊，北區好多嘅資源嚇，包括醫療嘅資源，帶個小朋友去打支針啊，又係想入間好啲嘅學校啊，各方面咧都好多人爭嘅。OK， 爭蚊頭嘅。出入我住北區，住元朗，出入咧都好多人咧喺嗰度會水貨嘅。當時候其實未去到好似而家香港咁大陸化嘅。但係感受咧就佢哋已經影響緊我哋嘅生活啦。係啦，咁佢哋已經影響緊我哋嘅生活嘅時候，當時候就令到我就萌生起移民嘅諗法。當年個未到咁依家情況咁 worse 嘅情況之下，你已經係諗住話想移民啦。政治情況未有咁 worse， 佢只係有一個嗰個佔領中環嗰個雨傘運動。係啦，咁呢個，但係佢最主要影響到我嘅係，我覺得我成個生活被打攪啦。咁我亦都唔想我嘅小朋友喺咁樣嘅環境長大。了解。係啦，咁所以咧就萌生咗移民嘅諗法。OK。係啦，就係咁樣。好啊，咁你嚟到台灣差唔多10年啦，拖家帶口。咁你中間會唔會話譬如一開始或者移民到台灣中段，你會唔會話有諗過想話回流翻香港嘅諗法咧？或者係你係啦，中間冇啲位係話令你覺得移民當中一啲困難咧？我可能比較好彩嘅，呢10年嚟我係完全冇諗過要翻香港嘅。係啦，即係回流啊，所講係回流啊。咁當然啦，間唔時會翻去，但係我嘅次數應該相對嚟少。可能我諗下先啊，我諗10年加埋，我諗我翻過去6次，可能係咁樣。即係數得出啦，10隻手指係嚇，並非1年翻1次嘅。
咁返港多數都係探親啦，定係話純粹話想帶下啲小朋友翻去睇翻自己以前個即係家鄉咁樣嘅概念咁樣咧？唔存在家鄉嘅概念嘅，因為佢哋過嚟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讀緊小學㗎啦。係。咁所以佢哋係有印象，佢哋係香港人嘅。OK。咁第二樣嘢就翻去係好唔舒服嘅，唔舒服係講嗰個環境，唔係其他政治因素。即係我啲女係唔中意翻去嘅。即係喺高雄嘅生活環境嘅條件比較好啦，屋亦都比較大啦。咁翻到去，除非住酒店咁，但係香港嘅酒店唔平嘅。當然。咁係啦，即係我又冇理由翻去3日2夜嘅，一翻去可能1-2個禮拜啊。咁如果住喺屋企人度咧，咁啊又擠迫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免得過都係你哋過嚟玩啦，我唔翻去啦，即係咁樣。係啦，咁冇乜特別其他因素㗎。探親係咯，而家就更少係因為其實我已經依親埋我嘅父母啊，嗰啲全部過晒嚟咗。以我自己嘅呢一代嘅直接親屬嚟講，已經冇人喺香港㗎。就係舉家，即係你自己一家4口嚟，然之後舉家再依親埋父母過嚟啦。冇錯，包括我自己嘅妹啊咁樣。總之我直系嘅就已經冇人喺香港㗎啦。咁剩翻喺香港係我太太嘅親屬咁樣咯。OK，了解嘅。咁好啦，我哋講到一啲基本背景之外，我哋了解完之後，咁可能問下你點樣去看待香港人嘅身份，即係香港人嘅身份對你嚟講係有啲咩嘅意義，或者你點樣去定義佢咧？香港人嘅身份就係香港出世真香港人咯。即係尤其是我今年50歲，咪就係我哋英治時代出生同埋接受教育嘅人咯，就叫為香港人咯。係啦，咁當然啦，我小朋友就唔係英治時代出世啦，咁但係即係以我哋嘅個體，我哋呢隻就叫做香港人啦。咁喺我嘅標準嚟講，喺我哋呢種標準以外嘅，都唔叫做香港人，即係包括大陸嘅新移民，即係喺我作為一個香港人嚟講，我唔覺得佢哋叫香港人。所以同時，我喺填你嗰個問卷裏面咧，我好強調我嘅選擇係，我只係一個在台香港人，我唔係台灣人。了解。係啦，係呢一樣嘢，我比較強烈地即係自己有啲人攞咗身份證之後，我係攞身份證好多年。咁我攞咗身份證，我係台灣人，我唔係台灣人，我只係有台灣身份證，我有台灣護照，我係有個台籍啫，但係我係在台香港人，我唔係台灣人。咁所以我對香港人嘅認同都係即係土生土長喺嗰度出生，咁喺嗰度接受教育，咁就係香港人。了解。咁換句説話啦，你當然依家理解咗你嘅身份認同啦，你係非常之即係對香港人呢個身份係有呢個認同感好強啦。咁你都同時強調你係在台香港人啦，唔係話因為有身份證你覺得自己就係台灣人咁樣啦。咁但係會唔會話你嚟到都已經成9年10年，你對台灣個歸屬感又去到一個咩程度，或者你對台灣又係啦呢個地方你又點樣睇咧？OK， 歸屬感有嘅，即係例如棒球贏咗，戥佢開心。但係由細到大，我哋接觸棒球呢個活動相對嘅比較少我唔會真係追住去睇。羽毛球奧運贏咗嗰一刻 ，OK， 開心咁樣，又開心嘅。咁呢個就係對呢個地方嘅一個歸屬感。咁不過又唔係話真係極度強烈嘅啫，即係例如我去參加個女學校嘅活動，就台灣嘅國旗歌咁樣，冇 feeling 㗎。當然理解。係啦，即係我哋係啦，即係就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因為由細到大，對於我哋嚟講，英國國歌冇感覺，中國國歌冇感覺，咁台灣國歌我都唔會有任何感覺。係啦，呢個就係認同啦。咁歸屬感其實好早就有產生㗎啦，即係啱啱嚟到可能第2年啫。從香港翻嚟高雄，一去到機場，咁你知道香港機場台灣嘅機場入境嘅時候咧，昆煙鬼過咁樣噶嘛，嗰部機會跳㗎嘛。即係其實已經係覺得好舒服，我翻咗屋企啦，即係有呢個歸屬感嘅。OK。係啦，第2年開始已經有嘅，即係我翻咗香港，因為屋企嘅事情。翻咗香港可能幾日1個禮拜咁樣嘅啫。我每次翻去嘅時間都唔會超過2個星期嘅。即係
要我 stay 翻喺香港超過2個星期嘅咧，我一定係因為有啲嘢做嘅。係否則我唔會翻去咁耐。咁如果我唔係真係有嘢做咧，我又唔會翻香港嘅啫嚟嘅。係啊，反而調翻轉頭，我係有香港嘅認同感，但係我又冇乜真係香港嘅，即係我又唔係真係好勁思鄉皮嗰啲咁嘢冇。即係對香港嘅歸屬感嗰個情況係冇得變㗎啦。但係當然你對台灣話生活咗咁耐，都係有呢樣嘢嘅。即係當然對台灣係啦，都係對台灣有歸屬感嘅。有嘅，好早開始已經覺得係屋企喺呢邊啊咁。係嘅。咁再講大啲，咁你甚至當然你而家全家啦，甚至再依親埋你嘅所有直系親屬嚟台灣啦。咁你偏向話你會留喺台灣嘅原因同唔想留喺香港嘅原因，咁唔想留喺香港度，啱啱都係當然你移民嗰個原因都講咗啦。最主要係部分嘅政治因素啦，加埋個居住環境啦。咁你會好偏向依家，就算即係依家仲有其他選擇，你都會想話留喺台灣嘅話，有冇啲咩原因可以具體講下咧？我哋舉家移民咧，其實政治因素佔嘅比例唔算好高嘅，可能30% 啦。因為當時候嗰個政治環境未去到好似而家咁嘅。係啦，咁只係覺得慢慢再落去，佢可能會更 worse。咁而又而家已經直接到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咁同埋我嗰個人嗰個生活嘅態度咧，係偏向想比較輕鬆少少，住嘅環境舒服少少嘅人嚟嘅。所以我唔中意香港嗰種生活環境咧，就係屋又貴又細，生活壓力又大，等等啦。咁跟住然之後，小朋友嘅讀書嘅環境又大，又要兩文三語，即係嗰陣時已經一定要個個小朋友都要谷佢嘅英文啊，谷佢嘅國語啊，等等啊，即係咁樣嘅。咁我覺得我都好想我嘅小朋友可以兩文三語，但係我想自然啲，我好想有個幾好嘅生活環境，最好嘅屋大間啲，個生活嘅水準咧要保持，但係個成本唔想太高。咁因為我嗰陣時咧就做 e-commerce 嘅，即係而家叫電商啦嚇。咁我就做出口電商嘅，即係將我自己嘅貨品就銷去美國 Amazon、eBay 嗰啲咁樣嘅情況。咁所以對我嚟講，我覺得就算我嚟咗台灣，都唔會影響到我嘅收入嘅情況下，咁我就選擇高雄啦，因為高雄嘅環境唔錯，生活嘅水準有一定嘅水平高，但係佢嘅生活成本唔大，咁咪過嚟咯。係啦，即係你頭先講到話政治嘅問題，當時候嘅我咧就佔30%度嘅啫，唔係係啦，佔3唔係話冇嘅，但係唔係去到咁強烈，唔係好似而家咁。係嘅，係啦，即係過得更加舒心啦，即係最主要係生活質素嗰個部分係啦。咁同埋點解會？其實我決定好短時間，由我知道申請嘅條件，我覺得我滿足到，即係知道過嚟，我只係用短於半年嘅時間就又決定到離開啦。咁完全原因咧就好簡單嘅啫，走得咁急咧係因為趕佢哋開學。我覺得如果我哋最後係要決定做呢件事，離開香港，而又決定咗台灣嘅話咧，咁不如早啲走啦，因為小朋友讀緊小學啦，咁佢哋嘅適應咧係會容易好多嘅。咁我覺得我當時呢個做法冇錯啦，因為佢哋基本上已經台妹化㗎。即係你如果覺得係要喺嗰個定居嘅話，我梗係希望佢哋可以做到台灣人啦，我唔得啫。即係而家我講句國語出嚟嘅時候，依然仲係人哋會聽到我講嘢有口音咯。雖然我覺得我自己啲國語已經叫唔錯。咁但係當然啦，我嘅下一代就更好啦。雖然佢哋知道佢哋自己係香港人，香港出世，但係佢哋嘅説話、生活模式已經台妹到不得了。理解，即係咯，都係為子女着想啦。最主要係個 part 就係同埋係更快令佢哋融入到當地嘅生活。咁你話而家會唔會未來會有返香港嘅其他嘅諗法咧？咁講，當我嘅下一代大學畢業，佢哋有佢自己世界嘅時候咧，我哋兩公婆亦都不排除會有咁嘅可能噶啦。
因為年紀大啦嘛，即係可能到我哋60、70嘅時候，會唔會有機會翻香港咧？我哋可能有嘅，即係有錢負擔到香港嘅生活，咁又好舒適嘅情況下，我哋咪好啊，咁咪翻去咯。咁因為去到呢個年紀，可能我已經好多嘢都已經睇開咗嘛，係啦，亦都唔介意噶，即係咁樣。OK， 即係最主要錢銀負擔得到，生活質素唔跌嘅情況之下，咁未可能真係啦。即係冇乜牽掛，就會諗下可能回流翻香港。你都知道香港㗎啦，即係有錢佢咪乜都好咯。如果你唔諗政治嘅話，當然係咯。係啦，經濟負擔得到。好，咁再問下，咁有冇話嗱譬如話你依家喺台灣咁多年，即係你一嚟台灣嘅，或者你依家過咁多年，你會唔會話當你喺台灣同啲當地人即係台灣人表達話你係香港人嘅時候，佢哋會有啲乜嘢嘅態度？即係當然可能係啲政治事件好頻密或者係好大影響嘅時候，可能佢哋會比較覺得驚奇聽到你係香港人啊，定係話未有呢啲政治事件之前，佢哋聽到你係香港人又有啲咩嘢嘅態度咧？呢個就好大明顯嘅變化啦。係2015年、2016年，總之就係反送中事件之前，我哋過嚟，無論係我哋做任何嘢，我意思嘅任何嘢咧，就係譬如我哋去睇樓啊，我哋去餐廳食飯啊，或者總之我哋接觸到一啲唔係朋友嘅台灣人嘅時候，當佢聽到我國語，佢會問你哋係咪香港人？OK， 好啦，跟住佢會好驚訝地，點解你會嚟台灣？但係佢哋嘅理由通常都係得一個嘅啫，就係香港收入高，薪酬標準高，你哋點解會嚟台灣嘅？OK， 好啦，同埋好明顯地咧，睇到佢哋係會點講咧？我唔知道用咩字去形容，佢又未去到咁誇張，即係崇拜香港人，佢未去到崇拜嚇，但係佢會好開心地你係香港人啊，即係比較 positive 㗎。OK， 即係佢哋會覺得驚喜啊！即係香港人都嚟我哋台灣移民，係咪大概係咁嘅一個？係啦，類似冇錯啦，即係冇錯啦，類似啦。咁總之佢哋所講嘅嘢咧，佢唔會話你哋過嚟係咪因為共產黨啊？即係唔會有呢啲説話㗎。OK。同埋佢哋會好奇怪又問號嘅，點解你哋會嚟嘅？你哋喺嗰邊收入咁高，呢邊收入咁少，咁。我仲要去每一個問呢個問題嘅時候，當時我仲比較耐心地去話俾佢聽。冇用㗎，嗰度揾得多冇用㗎，俾你揾10萬台幣都冇用㗎，因為條件都好貴，生活又貴，住房又貴，等。係。好啦，但係反送中之後咧，情況有變啦。係。嗱，當佢聽到我係香港口音嘅時候，佢只係估到我係香港人啫，但係佢唔會知道我嚟咗幾耐咁。係。係啦，咁我聽到啲説話咧，就有啲唔一樣，就未去到歧視嘅，只係話例如都係台灣好可，又或者係更差啲嘅係好彩嚟咗可，類似啦。OK， 係啦，咁覺得佢哋睇呢件事已經唔同咗啦。係嘅。咁好明顯㗎，到而家都係。咁所以我一路好堅持一個問題就係我係在台香港人，我過嚟係 enjoy 緊另外一樣嘢，我唔係走難，我唔係難民，香港人唔係難民，即係咁樣咯。係，即係佢哋嗰種就係有啲反送中之後，佢哋會覺得戥你哋覺得，即係戥香港人覺得僥倖嘅心態，即係話嚟到台灣嘅香港人，佢哋大概係一個咁嘅態度，我冇咁樣理解錯。唔知佢係真心定係假意嘅。係，即係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即係如果真心地，我覺得台灣人某程度上好多時候個性格嘅表達咧，同香港人嘅唔同咧，就係我覺得台灣人係假嘅，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就係表達比較婉轉。係表達。我覺得就係唔好話假啦，我覺得就係佢哋嘅表達唔夠直接，佢內心諗咩咧，你係未必知嘅，因為佢都係抱住婉轉同禮貌嘅態度啊嘛。係啦，咁但係佢哋講得出呢個説話，我就心裏邊係有少少唔開心嘅，唔高興嘅，即係點啫？即係咁樣。係。即係我當初其實過嚟係因為貪，我係因為貪近。即係話點解我唔選擇去其他地方咧？咁樣，即係我自己好簡單嘅啫。點解我會選擇台灣咧？當時又冇咁多嘢噶嘛，純粹就諗住
我安排我嘅小朋友咧喺高雄都係讀國際學校嘅。係。咁然之後，我喺呢度生活咧，係因為高雄嘅樓價比較平，我可以買到間大啲嘅屋。咁就係呢個地方又唔錯，同埋最緊要一樣嘢。我個屋企仲喺香港。萬一我真係有啲咩事要翻香港咧，我由離開屋企直至到翻到我香港屋企咧，都可能用4-5個鐘頭到嘅啫，好近嘅。係。我係考慮各方面嘅呢啲咁嘅問題而選擇台灣。咁我又唔係真係覺得你台灣有幾巴閉，即係咁樣嘅。係啦，咁所以去到後面嘅時候咧，當然啦，我頭先我講話唔係覺得你台灣咁巴閉，唔代表我唔中意呢個地方。咁所以我啱啱嚟到嘅時候，我同埋我點解唔會選擇西方國家咧？我讀高中嘅時候，我曾經去過美國讀過幾年書啦，叫做我唔中意西方人。即係去歧視我哋嘅呢種態度，即係西方嗰種對黃種人嘅歧視更加嚴重咁樣。冇錯，無論美國好、英國好、澳洲好、加拿大好，其實對我嚟講，我覺得都係一樣嘅。我嘅英文水平唔能夠去到好似佢哋咁 level， 唔能夠融入到佢哋嘅生活咧，我係會有機會被歧視嘅。呢種生活我唔想要。咁嚟到台灣，好老實講咧，我係未試過即係明顯感受到有歧視嘅行為。咁我亦都覺得自己嘅中文能力，我係有能力融入到台灣嘅社會嘅生活。了解。咁所以我覺得 OK 咁樣。咁當然啦，其實華人社會仲有好多，咁新加坡都係咁，但係新加坡門檻高啊嘛。係嘅。新加坡嗰個無論係投資或者其他各方面移民要求都高好多嘅。冇錯啦。咁台灣簡單嘛，尤其是我係10年前。我帶住間公司過嚟，咁相對好多嘢都比較簡單啊嘛，咁我咪選擇咗呢個地方咯。咁呢個地方住落去又真係冇問題。人與人之間相處，你知道咗點樣同台灣人相處，咪冇問題咯。係啦，咁你話對香港人嘅身同認同感個重點我永遠做唔到台灣人㗎，因為就算係朋友，我身邊唔少台灣人嘅朋友佢哋有時候，佢哋會喺不經意間講咗啲説話，去令到我會知道我唔係台灣人，你永遠都唔會同我係台灣人。係啦，即係好簡單啫，一件事嘅發生，佢哋會話：我哋台灣人唔係咁嘅。即係從做生意上，同朋友交往上都係嘅。即係我試過做生意啦，好得意嘅喎。我同某一間工廠合作，某一間工廠就開咗收據俾我，嗰個係一間正式嘅工廠，我亦都係一間正式嘅公司。我委託佢去幫我生產一系列嘅服裝。好啦，Made in Taiwan MIT。咁大家做生意係咪需要開發票啊？咁我俾生意佢做，假設呢張訂單係100萬，佢係咪應該要開翻100萬嘅發票俾我？好合理噶嘛？咁跟住咧，我問佢攞發票嘅時候咧，佢就話：呢個發票咧，佢話發票另外要加稅，我乜嘢啊？我哋嘅合約清清楚楚，有合約有剩嘅，點解會另外要加收我5% 作為發票啊？咁個老闆好得意喎，佢打嚟，因為你可能你唔知啊，你唔係台灣嘅，我哋台灣做生意係咁嘅。如果你真係要稅嘅話咧，就要另外加5%啊。咁我梗係同佢爭拗咯。咁㗎，咁即係我去 7買杯咖啡100蚊，佢另外收5蚊咩？我唔覺得係咁喎。係啦，咁佢哋嗰個口裏邊佢就會講，我哋台灣人係咁㗎，只要你翻明動我啫，你當我傻仔啊，恰我啊，咁即係我會有感覺。咁當然啦，咁我最後堅持，佢都無可奈何，佢都焗住要開嗰張發票俾我。如果唔係佢犯法。好啦，朋友與朋友相處嘅時候咧，冇事嘅時候就梗係冇事啦。咁但係如果朋友相處得耐，可能中間有少少矛盾或者argue嘅時候咧，佢又會不經意地講咯。因為我哋台灣人唔係咁嘅，即係咁咯。了解。係啦，咁你從生活上、從工作上都係，跟住即係喺我嗰度，係啊，即係你原來台灣係咁嘅咩咁？即係其實佢唔係㗎，其實嗰件事唔係㗎，佢只不過係想打發你，或者佢想你認同佢啫嘛。佢咪話你唔知啫，我哋係咁㗎，即係咁嘅意思咯。即係佢會
我咁樣理解就係佢哋會用身份去概括，就係我哋係土生土長台灣人，你唔明㗎啦，你唔明我哋嘅文化差，你有個文化差異喺度，你就點都唔會明嘅意思啦。冇錯啦，嚟維護佢認為啱嘅嘢。係。咁但係其實呢件事講到底乜嘢道理都好啦，佢都係有問題嘅。即係好似開發票嗰件事，其實你如果合作之前報價嘅時候講明咁咪冇問題咯。係。但係冇㗎喎，你合作嘅時候乜嘢都冇講明喎，去到收訂嘅時候收咗我過咗訂俾你啦，你冇開翻張發票嘅時候，你先咁同我講就唔啱㗎咯喎。係嘅，係咪？咁即係呢個就係所謂嘅身份認同感啦。都有嘅，因為我自己個人我都覺得係會有呢個情況，即係好似佢哋台灣人係好中意，即係香港係白紙黑字根據合約做事，佢哋就中意有時講下人情。咁人情講唔完啦，佢又話咁我哋講法律，即係好中意有時我哋講難聽啲，可能係有少少搬龍門嘅情況啦，喺佢哋嗰度。冇錯就係咁樣。其實你都喺度讀多幾年嘅話，你會知真係會即係從個文化差異係絕對有嘅。最主要可能係我唔可能Eric 你可能會唔會 feel 到話特別講嘢方面就係學你話啱啱話齋，我哋係直接㗎嘛，有一話一，佢哋就點都要兜下遊下花園兜下圈，即係學你話齋好聽就係婉轉啦。冇錯，過分地婉轉啦。我哋可能就直接啦咁樣，就算我哋要婉轉，都係會比佢直接嘅。係呢個的確，身同感受呢個真係有同感。冇錯。OK，好。咁跟住嚟問下，咁可能問多你少少啦。咁你點樣去睇話台灣同香港個政治狀況啦？即係可能前面你已經講咗佔中，咁再之前啲咧，定係或者再之後啲，即係可能反送中。咁台灣有可能你嚟咗台灣10年啦，或者你嚟台灣之前，你有冇話了解過佢一啲政治狀況或者發展之類咧？我嚟台灣之前咧，其實我係算屬於比較政治冷感嘅人。係。即係同大部分香港人都差唔多啦，我自己認為。係。香港嘅政治我唔係唔睇。係。不過當時候即係我嚟嘅時候2015年啦，即係反送中嘅時候咧，都仲係建制有建制，反對有反對，大家可以做大家嘅事嚇。咁我移民過嚟嘅時候咧，其實係馬英九當做緊總統嘅。係。即係國民黨嘅世界啦。係。咁呢度都係有一啲問題，就話好多大陸遊客啊，有啲人贊成啊，有啲人反對啊，諸如此類。我冇去深入去了解呢兩個地方，因為當時候政治嘅問題其實應該點講咧？我冇去考慮得咁周全。係。我只係覺得台灣呢個地方好似進步緊，地方亦都越嚟越整齊企理。冇咁多即係咁講，冇大陸人去影響緊佢嘅生活。咁同埋當時候諗嘢比較簡單啲啦。我帶啲小朋友過嚟讀書，我覺得小朋友好簡單，即係未去到大學之前咧，其實你喺全世界邊一個地方生活都冇所謂㗎，因為你每日你喺學校嘅時間同埋屋企時間係佔咗你幾乎全部嘅。係。你未必會自己去出邊影開始你嘅工作啊，你嘅生活啊，開始有生活嘅壓力㗎。你未有嗰啲嘢嘅時候咧，你全世界你住邊一忽都一樣㗎啫。係。咁我就想去俾佢哋一個環境，可以好好學好佢哋嘅國語，學好佢哋嘅英文，同時佢哋又識廣東話，再加上希望可以我哋一家人可以有個好舒適嘅地方，寬敞啲嘅樓去生活。生活壓力對於我嚟講又可以唔使咁大壓力咁樣嘅啫，即係佢咁樣諗嘢嘅。係，了解。咁所以喺呢個角度嚟講，咁台灣又簡單又 OK 滿足到我，咁咪嚟咯咁樣。咁同埋我一路都抱住一個諗法噶嘛。萬一有啲咩事唔中意嘅，我咪走咯。係嘅。係咪？即係冇啲乜嘢好大嘅難度啊，因為咁近。就算我而家你嗌我走我都得㗎，咁我賣晒啲嘢我咪走得咯。咁當時候就更加啦，即係如果我哋咁當時候佢嗰個移民條件就係我喺度要間投資間公司，我要有正常嘅營運 ，OK， 唔似得好似而家今日我要請人，又要做好多檢查啦，咁嗰時咩都唔使 check 嘅。咁但係我又真係實實在地按照翻，即係當然可能你都了解到，以前有好多所謂嘅叫做
假投資真移民，但係我哋冇喎，我係真投資真移民。間公司我做到而家都仲係做緊。係。好啦，咁喺咁樣嘅情況下，我哋其實攞到身份證之後咧，都係大家傾過啦。小朋友想唔想翻香港啊？佢哋梗係唔想啦咁。咁太太各方面都接受咗呢度生活啦。咁我哋揾到地方買層樓好啲喺度生活啦咁樣。咁所以頭先你問我咩話？唔好意思。即係你會點樣？即係嗱，依家啱啱聽完你講就係可能你話你本身係政治問題，係啦，所以政治冇太大嘅考慮。不過反送中之後就唔同咗個世界啦。係我全程反送中冇翻過香港。係，但係個心係好想翻香港嘅。了解。咁跟住然之後，譬如話喺台灣嘅生活，亦都係因為反送中之後，民進黨蔡英文不停消費香港。係包括佢臨投票，即係嗰陣時嗱，我仲要住喺高雄添。係韓國瑜嗰段時間，我唔知道你嚟台灣讀書未？韓國瑜嗰段時間係好風琴嘅。係。佢嚟選高雄市做市長嘅時候咧，已經非常之留意㗎啦。咁我唔知道叫唔叫做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個國際觀比較大，睇嘅嘢亦都比較清晰。唔係話自己幾叻，喺韓國瑜當時候選市長嘅時候，佢嗰種廢話咧，係每一個香港人都睇得出佢係大話精嚟嘅。係。好啦，咁冇用，佢最後都係好順利咁樣成功做咗高雄市長，但係因為佢太廢話啦，咁啊俾人罷免啦，跟住就連咁樣嘅人都可以去選總統，仲係令到蔡英文有威脅，跟住蔡英文又不停地消化香港，將反送中嘅鏡頭剪埋做宣傳片，最後贏咗，仲要極高票。好啦，到最後香港人好似以走難式咁樣嘅移民，未喺英國去提出而家嗰個移民政策嗰個 BNO Visa 之前，佢哋冇英國嘅呢個選擇，好多人都選擇台灣。係。好啦，當時大量人申請台灣移民，因為都係認為移民簡單。你用完就即棄，跟住就收窄移民政策。OK， 咁跟住民進黨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咧，後面嘅種種咧，其實我覺得而家好慘啦。喺台灣嘅政治咧，我睇到啦，你睇下，連 OP 都衰埋。係。跟住國民黨咧，就已經係共產黨嘅棋子。民進黨就好似有啲獨攬大權，一黨專政。冇啊！往後面我唔覺得台灣嘅政治有啲乜嘢嘅改變到或者前途冇，我都係覺得死路一條。係嘅。咁香港唔好講啦，香港冇嘢好講啦已經。民主黨都可以解散啦，仲有咩好講？係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從政治嘅角度去睇呢兩個地方咧，我覺得兩個地方都唔好。但係你問我有冇一個地方更好咧，我就真係諗唔到。即係我冇得我諗啦。即係好啦，我喺美國讀過書，美國好咩？我覺得美國仲衰。即係佢就衰到連基本嘅生活你都好危險啊！你睇美國啲治安幾差。係，的確係。係啦，咁好啦，你話咁去英國好咩？我唔夠膽講啊！而家一紮人去咗英國，即係你一定會有好多歧視紛爭㗎啦。因為你哋班友大佬，英國點解會 welcome 你班香港人過去啊？係因為脫歐之後佢走咗班人啊嘛。係。好啦，咁你睇到佢嘅政府對香港人係點樣咧？你好似講到好偉大咁樣，中英聯合聲明破壞咗你有責任，所以你哋又過嚟啦。大佬，嗰班人過得去嘅，多少都有啲錢喺手㗎。過到去嘅時候，你咪一日抹殺咗佢好多福利。半年之後，係要英國半年之後，佢哋就要全球徵稅。你去到佢冇佢個醫療保險，佢一樣會有你要自己另外買個醫療保險，係貴嘅。係。好啦，反而你話台灣，我覺得佢戇居嘅。戇居嘅係咩咧？佢就成日就認為香港人走過嚟咧係要攞佢個福利。
你台灣政府有啲乜嘢福利俾人㗎？你連啲台灣嘅公民，你最叻嘅講嚟講去咪就係你嘅健保，但係我哋做生意嘅，你嘅健保我唔係白俾㗎，因為我哋做生意作為公司嘅負責人咧，我哋一個月嘅健保係要3000幾蚊台幣嘅。好啦，咁以正常嚟計，我一家4口連埋眷屬咧，我一家4口咧係4、3、1、12，一個月要有13000幾嘅健保費嘅。咁因為我哋喺度開公司嘛，好當然我可以而家取消咗我間公司，因為我已經過民啊嘛。咁但係其實我喺台灣，因為我營運公司啦，我喺台灣所繳交嘅稅，我喺香港咁多年我都未交過咁多。的確，台灣嘅稅制同香港又好唔同好多。佢好重啊嘛，佢嘅稅我喺度冇交過咁多，所以其實佢哋好戇居啦，佢就拒絕咗一班話要嚟攞福利嘅人。其實嗰啲錢咪俾英國佬賺晒咯。而家英國佬向香港人開緊刀㗎，你只要喺英國住咗半年之後，你喺香港賣層樓，你都要翻英國交稅。即係你話你逃稅，你隱瞞咁冇得好講啦，你邊度做得？咁所以喺全世界，無論係香港嘅政治環境、台灣嘅政治環境、外國種種，我覺得冇乜好選擇㗎。我真係乖乖地留翻去台灣咯。咁了解，即係起碼個生活成本低啲，呢個比較睇重啲啊，更加係。起碼係啦，起碼我覺得喺暫時嚟講，共產黨未打過嚟之前，咁呢度個生活都叫做正常啊嘛。係啦，咁佢話打啫，幾時打？咁呢啲嘢唔知，你去到全世界都係威脅。因為我哋香港人，我哋可以選擇咩地方啫？我哋只能夠選擇一個講中文或者講英文嘅地方。其他國家你冇辦法㗎，唔通我即係當然真係有咁嘅人啦去選擇啦，但係我覺得更加唔適合咯。即係你譬如日本啊咁樣，韓國啊咁，我哋點樣可能去嗰啲地方生活啫？理解。起碼我唔得咯。咁所以喺選擇唔多嘅情況下，我覺得留喺台灣依然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喺我嚟講，明白。就係咁。好，咁跟住嚟問下你，啱啱你都有講過啦，台灣嘅身份認同可能係棒球啊、羽毛球啊咁樣攞到啲好嘅成績時候，你會為佢開心啦。咁會唔會話除咗呢啲事件，即係除咗體壇盛事啊，咁會唔會話譬如啱啱講到你講到大選嗰啲，會唔會話總統大選啊，或者台灣有啲咩盛事發生，即係會影響你對台灣嘅認同感嘅高低咧，或者係你嘅身份認同，即係可能高咗定低咗嘅認同感都可以講下。有冇呢方面？有，以我認識嘅喺台灣嘅香港人咧，90%都係支持民進黨嘅。咁好簡單，因為佢反共。咁但係我自己越了解台灣，我就越唔中意民進黨。咁你冇得揀，3隻爛橙之中，你都要揀啲冇咁爛嘅。係咁啫。我咧攞咗身份證之後1年咧，就開始可以選投票啦。蔡英文嗰年我當然係投蔡英文啦，即係佢嘅第2屆。佢嘅第1屆我仲未有資格選，第2屆我當然係投蔡英文啦。咁但係到賴清德今屆咧，其實我已經唔係投俾民進黨㗎啦，但係我都冇可能投俾國民黨。咁但係我係咪真係好中意 OP 咧？唔係，我只不過覺得不停咁樣民進黨會變咗一黨專制，對台灣都唔係一件好事。到最後佢都出埋事啦 ，no matter 真定假唔知道，真相我哋唔清楚，係嘛？咁我淨係覺得一樣嘢就係一黨就唔好。咁好啦，如果後面我可能又開始冷淡啦，點解咧？佢都冇變嘅，我覺得我做嘅嘢就已經有少少無力感啦。但你問我會唔會去唔投咧？我唔會。咁如果你問我，即係最慘嘅一樣嘢就係，譬如我下一屆總統選舉又係剩翻民進黨同埋國民黨嘅時候咧，好慘啦！國民黨我哋一定唔會投噶啦。但係我又唔想民進黨一黨專制喎。一黨專政喎，咁我點咧？即係咁啦。即係冇得好揀，即係有啲似特首咁得2個候選人咁樣，你只可以揀2個咁樣啦。即係一啲黃嘅朋友都會講，你去翻有投票權啦，我哋都冇啱。咁但係即係以前唔了解政治啫，而家就睇翻綠，你唔想投，因為佢一黨專政真係唔好。
好啦，藍你唔會投，因為佢真係離晒譜。咁連白都冇嘅時候，我仲可以點咧？係咪？即係呢個就係一個政治嘅即係難處咯，就係咁樣。係。咁我係咪想冷淡咧？我唔想冷淡㗎。我以前咧好中意睇即係第四台有線電視嗰啲政治評論嗰啲節目㗎。我台都睇㗎。我唔係淨係睇三立㗎。係。而家我真係寧願睇韓劇我都唔睇嘅，因為我覺得佢哋講嚟講去都三角皮。係，的確。即係咁樣咯。理解。即係會唔會話，即係你睇到，真係會係台灣個政治現況會影響你對台灣認同咁嘅觀感？呢個位你覺得係即係呢啲令你覺得失望嘅話，你覺得開始有少少無奈嗰啲位，你係覺得會唔會覺得你對台灣即係呢個地方或者係對個政府認同感會下降啦？我咁樣理解啦。對政府嘅認同感會下降，係下降咗嘅。係啦，咁就對台灣人嘅認同感都下降咗嘅。OK， 即係啦，自己呢個台灣人身份同埋台灣政府都有下降。以前冇錯，以前我覺得台灣人係相當好嘅。係啦，咁我而家覺得台灣人係冇乜嘢嘅，即係咁咯嚇，即係一個好同普通，即係咁樣咯。我已經唔覺得台灣人有啲咩特別好，好多香港人好中意台灣人噶嘛。係，到我深入地了解咗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咪正常咯。你即係唔好當佢真係咁咩啊？咁其實係即係頭先我所講嘅假假地嘅咋，咁即係咁咯。理解。或者可能有啲位可能生活上面啦，即係我講下自己個人經驗，可能你譬如交通，哇！你同香港對比，喂，點解一個你覺得自己一個發達嘅一個地區啊、國家又好、城市又好，點解啲交通可以亂咁嚟咁樣？都會有時都會覺得，哇！你唔住過，你都唔知咁樣咯。係㗎，即係你所講嘅嘢，好似因為我全家過晒嚟，我自己個妹，我個妹夫都過咗嚟，咁佢哋冇小朋友，咁我妹夫就已經以前佢好中意台灣嘅。咁好啦，因為我嘅姨親嘅關係啦，咁經過我爸爸媽媽又申請埋佢哋過嚟㗎啦，咁。即係原先我以為佢哋好歡樂噶嘛，咁但係其實佢哋麻麻地嘅啫。即係唯一一樣嘢，佢哋最頂唔順嘅就係亂嚟嘅，過冇馬路都亂嚟嘅，揸車好恐怖嘅，即係咁樣。好多嘢係唔係好似以前諗過美好嚇，嚟到就先知道。但嚟到咧有好多嘢咧，我都盡量將即係去接受。每個人都有每個地方都有缺點優點㗎啦。你既然嚟到，你咪慢慢學識接受佢咪係啦。我好樂觀嘅態度，我唔係一日到黑都會投訴呢樣投訴嗰樣嘅人嚟嘅。咁但係住得耐咧，你而家問我台灣人係咪好差？台灣呢個地方有冇差？唔係，只係冇我當初覺得咁美好啫。即係嘛？當初嚟嘅時候可能有層濾鏡，有層憧憬，但係嚟到啦，現實就幫你調整翻佢咁樣。應該咁講，我決定一嚟嘅時候，我係覺得佢幾好。我嚟咗之後，頭3-4年住完之後，我覺得好好。係啦，但係再住落去嘅時候，更了解佢嘅政府同埋政治，同埋有一啲各方面唔同部門嘅一啲執法嘅手段咧，我就覺得邂逅都係咁啦，咁樣就未去到衰嘅。係啦，嗰個程序係咁樣分。我唔係覺得佢好好，有好多香港人覺得好夢幻嘅一個極美好嘅台灣，我唔係咁嘅態度嘅。理解。嚟之前係啦，所以我啱啱嚟到嘅時候，我覺得正啊，呢個地方好舒服啊，好開心啊，係啦。但係慢慢從政府啦，甚至乎我嘅工作多咗去接觸一啲政府嘅部門啦、啲人啦、做嘢嘅方式啦、朋友接觸溝通嘅模式啦、處事嘅方式啦，等等，就由50分變到80分，而家就減翻落去，可能50分咁樣咯。係，理解。OK， 好，咁再問落去啦。咁嗱，你離開香港之後，有冇話即係由當年15年嚟開始，你都有 keep 住一直去關注下香港發展或者大事件發生？即係除咗政治啊，或者可能你之前奧運啊，你會唔會話關注下香港啲成績啦？香港嘅一啲即係15年到依家嘅發展，即係唔一定係佔反送中後，可能反送中前，你有冇話會睇下呢啲嘢，或者係透過啲乜嘢？如果係嘅話，你會透過啲乜嘢嘅渠道去睇呢啲資訊？我乜嘢都有嘅。係。香港發生嘅咩事，即係
天大嘅事情我都會知道嘅。係啊，無論係喜事或者係意外即係各方面我都會有睇。咁最主要就係網上新聞啦。係最主要嘅部分就係網上新聞啦。我都會有關心嘅。OK。好啊，咁再問落去啦。依個位就比較再想了解下，因為問卷度未必有問過呢個部分嘅。係啦，就問下話，可能關於你會點樣睇話中國大陸嘅發展，或者中國大陸喺香港咁多年嚟回歸後嘅一啲政策，佢中間冇話影響到你嘅身份認同咧？即係佢可能譬如舉個例，自由行啊，或者08年北京奧運呢一啲咁嘅一啲大事件啊，或者一啲大政策，會點樣去影響你嘅身份認同咧？你點樣睇中國大陸咧？嗱，我哋同台灣人唔同。係。台灣人可以好咬牙切齒咁話，我唔係中國人。係。但係我哋香港人，你就算以你我想請問下，你係97後出世嘅係嘛？係我97號出世，97號出世。係啦，因為你而家做 master 啊嘛。好。我哋就算喺英治時代出世嘅香港人都好啦。絕大部分人都會講自己係中國人嘅，而唔覺得講自己係中國人係咩問題嘅。即係件事就係咁簡單。我哋嘅鄉下都大部分人除咗香港嘅原住民之外，大部分都係中國過嚟㗎啦，係咪？個認同感咧，從來冇變過嘅。咁但係我嚟到台灣之後咧，就其實我好少去表達自己係咩人。我唔想用我個口講出我係中國人，但係事實上我係。咁所以我只會話自己係香港人，我亦都唔會講自己係台灣人。好啦，講到你話中國嘅發展，其實我喺移民嚟台灣之前，喺我20幾歲嘅時候咧，我係喺中國大陸發展嗰段時間嘅，喺上面做嘢嘅。可以咁講啊！如果真係用顏色去區分嘅話咧，我係藍到爆㗎。同埋當時我嗰個藍嘅情況係，我好憎日本仔嘅。OK。即係受嗰種中國文化嘅影響，我係好憎日本仔嘅，即係咁樣。咁當然啦，我嚟到台灣嘅時候咧，我又唔憎日本仔咯喎，而家。因為入台灣人唔會討厭日本啊嘛。呢個對我嚟講係有個影響嘅，就係嗰個認同，就唔係認同自己係咪，即係冇影響到我係咪香港人嘅身份，反而影響到我嘅呢方面嘅觀感咯，最明顯嘅。即係可能係中國對外嘅政治傾向。當你嚟到台灣之後，你係覺得我對日本好似冇乜厭惡感啦，咁樣。係啦，咁亦都另外一方面啦，佢嘅發展從內心深處咧。即係你而家見到中美關係咁樣咧，從內心深處咧，我就好想中國可以贏到美國嘅。呢個內心深處唔講出嚟。OK。因為其實自己係一個中國人，見到中國去不停咁樣去發展美好即係其實而家各方面佢都好美好嘅情況下面，個心係覺得係應該係咁樣行嘅。但係因為共產黨嘅手段，就令到我好唔中意呢個地方啦。咁所以其實簡單啲嚟講，如果你話認同，會唔會影響我嘅認同感咧？係共產黨影響，而唔係中國影響。即係如果假設一個問題，中國唔係共產黨管治，或者除共產黨外係接受到一個黨嘅，咁你好似台灣咁樣嘅政治氛圍嘅。咁樣，咁我唔會去介意我自己係個中國人，係啦。咁我住喺香港噶嘛，我喺香港出世噶嘛，我香港嘅認同感唔係代表係嗰個係一個國家嘅，即係你上海人係認自己上海人，北京人係認自己北京人咁解，係咪？即係咁，純粹係咁樣啫。我冇認為香港係有條件去做任何獨立嗰啲乜嘢。即係我咁樣理解就係你係一個你嗰個定位啦，就在於你係真黨唔真國，然後你嘅國咧就點都係計中國，然後
個身份認同嗰個，即係你縮窄咗之後就係香港人呢個身份，我咁樣理解係咪？絕對 Okay. 絕對，即係你香港嗰陣時有好多本土派係講緊嘅就係打倒共產黨，話自己係香港人，唔係中國人。其實佢哋講呢句説話 ，even 我唔中意共產黨都好啦，我係唔認同嘅。係嚇，因為由我哋出生地香港，我受英國嘅教育係嘛，英治時代嘅教育都好啦，從來冇任何嘅老師冇任何人叫我哋唔認自己係中國人，而相反。當時候我哋長大嘅過程係，我係一個中國人有咩問題？儘管將中國當時咁落後，係咁噶嘛？只不過而家中國富強咗啦，共產黨嘅行為影響到我哋嘅生活啦，認識咗政治啦，開始先有好多人認為自己唔係中國人，其實唔係嘅喎，即係由頭到尾我都係中國人嚟噶嘛。事實上係咁啊嘛。係咪？咁你一個國家你自己認同係嗰個人，其實我哋好慘噶嘛。第一，我哋知道自己係中國人；第二，我哋唔認同自己嘅中國，但其實係唔認同個黨啫。好啦，而搞到咁樣4分5裂咁諸如此類個感覺，其實咪一件好唔好嘅事咯。所以認同感唔會因為咁樣而做任何改變。係，理解。OK， 好。咁跟住，然後我哋再講下落去就係呢個咁講翻就係話啱啱如果中國即係你話認同感唔會改變，但係會唔會話提高或者令你對共產黨或者共產黨管治喺中國有改觀咧？即係譬如一啲自由行啦，我唔知你點睇當初自由行話哇可能振興到呢個香港經濟定點樣，或者係佢北京奧運哇搞到咁大城市呢啲，即係一啲比較可能係正向啲嘢，你會唔會令你對共產黨或者係當時嘅中國政府有啲乜嘢嘅觀感改善咧？或者係可能你繼續冇變化都可以嘅，係啦，你點樣睇？唔會冇改善，冇改變，係。我經歷過2008年奧運，北京奧運，當時我經歷過嘅係咩咧？我經歷過嘅係成功申請到奧運嗰一幕，我喺度做嘢，係當時有個感覺係為中國興奮嘅。覺得哇，自己國家好勁啊！即係成功申奧嗰個時候，好多年前，我正喺中國做嘢。咁但係而家唔會啊！即係而家，尤其是而家嚟咗台灣咧，就係哇，睇到羽毛球嗰兩條友打到中國輸咗，咁我好開心啫。咁係咯，申奧梗係開心㗎。咁可能你申奧都係講緊02年、01年，咁但係去到08年舉行嗰下，你當時係咪已經唔喺大陸做嘢啦？唔係啊，但係個問題嗰時只係08年咧，我依然係好偏向支持中國嘅嘢，即係覺得哇好犀利啊！你睇下而家搞奧運幾勁咁，即係總之都係 positive 嘅。其實我對中國大陸嘅 negative 咧，係從佢真正影響到我嘅生活，係啦，即係我佢唔影響到我生活咧，我都講過之前我係屬於政治冷感啦嚇。佢因為雙非兒童，因為好多嗰啲自由行，因為佢哋喺北區掃水貨，買唔到奶粉，各方面影響到我生活，我開始憎啦。咁憎咧，我都未係咁憎共產黨嘅，我只不過覺得，因為香港回歸咗啦，有好多嘢唔同咗啦，我覺得而家嘅生活咧不如以前啦。我哋如果想要一個舒適啲嘅生活咧，我哋離開香港啦，係咁啫。好啦，但係到反送中之後咧，就真係翻唔到轉頭啦。就係咁啦。OK， 即係反送中之後就徹底係啦。反送中之後就徹底討厭共產黨啦。OK， 係啦，完全翻唔到轉頭啦。即係其實佔領中環嘅時候，我都係會偏黃嘅。但係未去到咁強烈。我希望你哋可以爭取，但係唔好過激。好啦，去到反送中嘅時候，我係無時無刻都支持嘅，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嘅。亦都我哋年紀大嘛，算係和是非嘅，係和是非。和理非係啦，和理非嘅，唔希望你哋可以做出一啲過激嘅行為。但係無奈已經激咗啦。好啦，激咗嘅時候嘅成個嘅事情嘅發生，我哋睇到噶嘛。好啦，
咁啊真係會點解咁好？都冇辦法啦，掹唔翻轉頭啦。到最近呢一年嘅宣判，各方面嘅處理嘅手法，嗰種咄咄逼人嘅行為，冇辦法翻轉頭啦，太恐怖啦。係，即係咁咯，係啦，就係咁啦。OK。好，咁我哋跟住再講落咧。咁我自己喺台灣讀書嘅年，咁我會觀察翻話喺台南嘅香港人，佢哋好似會比較團結啲、互助啲嘅氛圍。咁我想問下你嚟台灣咁多年，或者一開始啦，你喺呢個日常嘅生活環境入面，你會唔會有翻類似嗰種即係大家同在異鄉咁樣互助嘅嗰個氛圍或者嗰個感覺咧？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呢個我就真係唔清楚，我自己冇。係嗱，因為咁嘅我試過去認識一啲香港人，但係我覺得我唔知道你講台南比較團結係咩意思，我唔知。其實我唔係好清楚喺呢度嘅香港人團唔團結，因為咧我記得我係一個 Facebook group 度去睇到你嗰個身份認同嘅問卷，咁我啱啱得閒我就走去填咁樣啦。我好似隱約記得嗰個 group 係男嘅，係。其實我唔係話太過強烈嗰啲藍我就唔睇，淨係睇黃我唔係嘅，我咩都睇。咁我喺度曾經認識過一啲香港嘅朋友咧，近呢幾年嚟嗰啲就梗係黃到爆啦。但係嚟咗一段時間10零年嗰啲咧，其實都有啲藍到爆㗎。咁佢可能從事緊生意嘅成咧，佢哋都係支持國民黨嘅。即係佢哋好多都係會覺得台灣你企一硬啲唔緊要，唔係咁樣同共產黨好似近排賴清德咁硬嘅。我哋應該會打開個門口咁，即係佢哋會有咁樣嘅諗法啊，同即係咁變咗，我覺得呢兩班香港人埋唔到冷㗎喎。好啦，咁跟住你話認識香港人方面咧，我曾經都試過嘅，但係我覺得佢哋冇咩團結啊，只係間唔時一齊出嚟飲下茶咁樣嘅啫。O.K. 即係得閒吹下水咁樣，即係當圍爐嘅氣氛啦，即係當食個飯咁樣。係啊，咁你話我哋咧就特別啲，因為我自己可能我嘅性格嘅問題咧，我唔係唔中意交香港人嘅朋友，我都有交咗香港人嘅朋友。但係我嚟咗之後咧，我主力係交台灣人嘅朋友。咁當我交到一定數量嘅台灣人朋友之後，大家越來越熟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冇去接觸香港人啦。理解。即係冇去接觸呢度嘅香港人。咁但偶然都會有，但就真係嗰個次數嘅比例，我諗more than 10比1啦。就係咁樣。咁所以佢團唔團結，我自己覺得唔團結咯，冇咗呢件事。偶然會有啲人好主動去想搞一啲嘢出嚟，但係都係搞唔成嘅。即係比較似大家嚟到異地都係各自為政，即係比較香港人 feel，即係獨立啲，或者大家各嗰啲自己顧掂自己就算嗰種氛圍啦。嗱，一來係咁，二來咧，講句難聽啲咧，我覺得佢哋唔係好努力去融入。我覺得係咁樣，即係儘管我覺得台灣人有台灣人嘅問題，咁每一個地方都會有每一個地方嘅問題㗎啦。我反而覺得佢哋唔係好努力去融入，成日就要為成班香港人做乜嘢啫？你嚟到呢個地方，你係咪可以結交多少少台灣人嘅朋友，融入下佢哋嘅生活同埋文化咧？咁同埋我又唔知道係咪除咗我之外，大家都帶咗一大嚿錢過嚟啩咁樣？即係我成日覺得佢哋真係賣下蛋撻，你都可以喺度生存幾年咁犀利嘅。即係你明我講咩？我成日覺得佢哋好似唔多使做啊！我又唔知道點解佢哋可以即係又生存咗5、6原來你係6年㗎啦咁樣。咁你而家做緊咩啊？我冇啊！有時喺啲市集度買嘢咁樣。咁都得嘅，勁喎！即係我就真係唔知道點解可以咁樣，即係咁咯。咁我覺得係一種生活唔積極咯，即係佢身邊嘅都係得嗰幾個 family 香港人嘅啫，佢冇咩台灣朋友喎。咁對台灣嘅好多嘢，或者舉個例子啊，早排參加一個某個香港人邀請我去一個聚會去到，咁啊識到一啲台灣人，識到啲香港人，咁大家傾偈嘅時候話我會
同我嗰個係台灣嚟㗎，我係㗎。你溝唔溝通到啊？即係其實佢意思係你同台灣人溝唔溝通到，佢唔係講語言。咁我梗係溝通到啦，點會溝唔到 ？OK 㗎。係。因為佢哋覺得佢哋冇乜機會同台灣人接觸，就係咁啦。咁你嚟咗幾耐？嚟咗5年，嚟咗5年冇乜機會同台灣人接觸，咁你又咪少少封閉自己咯？係，的確。就係咁咯。咁所以我就答咗你嘅問題，就係我唔係好覺得佢哋團結喎。OK，即係你個人觀察到就覺得冇嗰種團結氛圍啦，就係、甚至係你即係當然你再講 detail 啲，就係話直情係唔積極唔努力去融入到台灣嘅生活，因為都淨係想揾幾個香港人就諗住圍威咁樣幾年都冇問題。如果團結係等於小圈子嘅，咁佢哋係啦。OK，係啦。咁但係如果你團結一齊去努力喺呢度生活，將呢個香港嘅圈子發大，甚至乎或者咁講啊，香港人應該團結發大，對政治嘅影響力可能真係對政府有用嘅喎。係。但係冇人去做過呢件事喎。係，的確。即係你如果譬如民進黨而家喺度收集緊香港嘅移民，你想出到聲嘅，你應該團結，等政府知道你嗰度有幾多票。譬如咁冇人去想做呢啲嘢。係，的確。即係咁你咪即係總之就係唔知啊！你哋嚟做咩咧？其實即係如果你真係即係真係關心政治，咁你可能會梗有啲人會去處理呢啲咁嘅事，又或者點樣？又冇啊咁樣，咁大家開心咪得咯，即係咁。OK，理解。好啊，咁大概今日嘅訪問題我應該問得差唔多，咁可能應該之後如果真係仲有啲咩未問咗，可能再到時可能透過訊息或者其他途徑咁去問翻 Eric。冇問題啊。係 OK，咁幫到你寫論文 OK 啊。係，咁今日個訪問就大概到呢度，唔該晒。咁我 stop 咗個錄音先啊。